哦，伊有一个哦，我无咧注意到一个来电。嗯，哦，原来是安尼款呢。对啊 YouTube 嘅發正正，可能咁樣嚟變咗客家人節目，我人咧，大媽我自己未記開咧，現點，我做到冇看到。你食富啲嘅，我就拿來，你係我特別拿來，你冇聽過喲？唔捌聽過。拿來你冇聽過呀？拿來我唔捌。哇，有這拿來有啊，有這個來哇有啊。拿來喎，拿來一定拿來就是講只耳朵。有啊。安怎應該點？有啊。安怎應該點未來個？歡迎。應該點放西啊？Jangan lagi si Tommy topik ah. 當今我人講電車。電車是成日講唔是第巴山啦，你做成個有 MRT、LRT 嘅可能係 transit。哦 ，OK。呀，當佢特別我俾架買報告嗰陣時，攏特別注意聽，成定就係話講架，我諗架即係係幾線路嘅 partnership 啊，加邊咧學嘅，所以我諗係學 free 嘅 ticket 去看伊嘅戲啊。攏特別注意聽、收聽，邊咧學見過幾個禮拜嘅時候，我哋再 announce 我人嘅 competition giveaway，後人再講按照貼條，同埋你到底吉隆坡冇有，邊咧冇有？有咩？然後你再繼續去哦，係幾線路？我知，這個我知。你查伊5月4號俾start。做啊嘛，帶出去啊嘛，5月4號。你4月尾嘅時候，伊人有隻 special 嘅gala，到啲吉隆坡嘅到啲邊個 premier 啦，頭一單幫人看啦。伊明星啊，伊嘅 director 人個人會來，所以邊個學嘅呢？有學過5 band 啊，個隊嘅單個隊單吉隆坡個隊，邊個隊可能通去看。笑我。應該唔係啦。乜嘢？無論教我去看啦。做咩事咧？你度？free 嘅多，無論教我去看啦。做咩事？你講卡手快嚟講咪是會咯，有可能。我卡手無快啦，要出嘅時我唔知啲事。安怎唔知你聽邊啲學嘅咪知咯？邊啲學嘅好誒，唔是我，唔是。我跟人聽誒。你會咯？可能嘅彈啊。哦 ，OK。你注意聽。OK。所以出線嘅時啊，等下去聽到都可能機會就彈下慣啦。要去當金啊，你成聽到啊嘛，當金你使等啊嘛。哦，剛剛你啲數有佢哋冇做咗。剛剛啲數有。還沒過到。還沒過。我剛剛你啲數我還沒過到，才 offer 啦。對，特別這較贏啊，這隻贏啊，你去。邊啲學嘅 website 咧，係特冇tag 嘅 hashtag，你對彈咧。哦 ，OK。你我對看第塊講藝人啊，你講到藝到落位咯，或者我睇幾禮拜先我咁講 detail， 係真彈。了，真正有機會，若是講就是聽邊啲學嘅，想聽邊啲學嘅，真正有機會彈嘅。你就是如果唔是想參一啲人家貴嚟馬來亞人啲嘛，就係邊啲學嘅人先聽到嘛。แล้ว我當時邊學邊啲學嘅人聽仲聽彈嘅，所以特別注意收聽。我叫我不講有隻 pork chop， 我可能看上時啊，人特別攏成我食佢 pork chop 個 apple。我只先咧，我等下只物件誒。我不錯有喎，等陣點貴啊嘛。我哋講個 OK， 當然咧講電車。你冇介紹人佢咗？哦 ，sorry， 介紹。人講正久啊咗。我特別介紹咧。有時做下做頓開啊，同佢講。橋底大聲，福建麵。Hello， 你好。你好。搞出來啊！我未搞。OK， 四字換車，別人換是你換。我自己換車。要四字問講就這個。你有個老椒豆嘅歡迎。
แล้วก็有大家好，大家好，แล้วก็後啲啲亂，後啲變咗毛毛菇去，拍攝毛毛雕，毛毛雕，哇，毛毛雕係先嘅 headset 咯嚇，個紅邊，個旁邊嗰陣叮當嗰陣行，我聽到幫西幫就本聽到，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วันนี้อาหาร 嗨，大家好。แล้วแต่ว่า後啲是คุณกูแช่เนี่ย正對，我本身係啊，冇我本身我是愛講一個電視啊，咋？馬仔咧，迄個南西要求成功幾個數嘛，我嘛就逼了，佢呢邊成為單咯，就聽人講咯，係啦，靠唔開，佢暗數數，佢聽人講幾個數，我叫你㗎哇。แล้วก็有就是講，個就是雜包寶係你雜包寶。啱啱是雜包寶，你唔是雜包寶啊？我唔是啊，你咪咪啊，未記啊 ，sorry。喂啊，你唔知？我喂，你個係無心嘅，人安尼水。阿 John 你無笑咯，阿 John，你是無笑啊，阿 John。你未知呢邊，你未知呢邊，因為你係嘢令，人喂啊令嚟啦。我剛才看你，個換阿 John 啦，阿 John。都冇先啊，都冇先。那就你係歌混嘅啫。这不是慘啊！誒，今日得幾嘢名？講水雜寶係咪？講水雜寶嘅。我講咗這 topic 去啊！哎呀，你講不是啊，你慘啊都。我講是你plastic surgery 嘅時，你講啊，我講，冇啦，家下冇嘢啦，隔啲嘢。我未改未見到。我好咗落底呢。感謝，唔叫我落邊落帶我條嚟。我個有轉過，媽你每住以往是住喺度時嚟。就是我嚟啊！你我參落雜包寶福建米加有雜包加就冇一零。有，我係另外把刀佢咯。唔係，未怪啊？你講。你特別靚哦。冇啊，到新加坡。未怪。我都係南西，我間南西出嚟過。哦，特別加南坡是新加坡是。到檳城啊，我都要檳城。先知係是。地方先知。你嗰邊嘅我去連招。對，我諗去連招。阿韓係叫阿韓。阿韓有啲啊，但係冇影啦。冇去檳城啊。Anything related to 招咧，阿漢就愛出現嘅。我阿漢就是冇 consider 咗嘅，啱冇？會買事。一三就國家啦，應該做韓國人嘅。不過有黏架碌車啊！我當然。點樣？係你走去啊？附近路。我到厝了，我係對了。我見到都同你成家講。好 ，OK， 你拜拜。拜。日啊，我人 KL 嘅邊咧福建嘅電腦下，迄個無毛白啊，伊就互我沙喙下，沙喙是規個 glass 嘅酒哦，叫我對哦。哇！伊講啊嚟，你我OK，讀，哎呀，慘了。誒，咱燒掉啦，講就係念招嘅啦，喺韓國就係念招嘅講詞。咯，講念招嘅 topic 啊，真係真係照顧。阿漢一間再阿漢。我頭先本念招咯，我頭先 before 再亂線佢，我冇朋友嚟咧，本身念招嗰陣。OK， 我邊會再頭前 topic。啊，佢招嘅 topic 啊，嚟啊！照顧你唔是講過咩定打？有咩？念招咩？我人講念罪了會安怎做？佢冇咩？冇啊，唔係啦。照我講念罪。有啊。老實一句咯，嗱南西除念招啦，
所發是唔捌啉加醉咯。是咯，冇。應是咯，所發是。應該 control 都無人，我是講你啊對人，特別我是看條人啉啦。是啦，所發是真嘅是。所發是真嘅是 secure 咯。是你對佢。是啦。係嘛，咁了，愛花錢啦。所發是 secure 真係 secure。是協商啦，我背後人起來你video啦，協商影協起來是以 blackmail 咯，我咪知是。OK， 別啩，男生嘅是阿好嘅啦。係啦，我家姐點樣啲車向啲車困咗啦。maybe。就是講啉酒嘅時候，你有成個電車真濟，你咪免換車咯，較安全。是咯。看 Uber 好樣，看 Uber 好樣對免插。But那Malaysia 唔是24 hour 喎。所以我俾唔啦。24 hour 咩？我 Uber 是咯。第一後背。我細漢甲大漢吼，我無咪 depend on 即個電車係咪？我其實 maybe travel 時間用到啦。都有人講可能就是特日有常常用坐迄個電車，還是火車，冇電腦電嘅物件講下。哇！你阿漢啊？阿漢你到咯？我到Melbourne。我有時電車，就是巴車，就是火車。火車嚟嘛，Melbourne 就無MRT 嘅，無 MRT 嘅啦，用火車嚟。火車。用火車嚟。有時講 public transport 咩？是。冇啦，唔是 public transport 啦，LRT 嘛，唔是咩？LRT 咪是 public transport，是咁樣啦，是你唔是 bus 就對啦，咩 ？Light rail，你講 light rail station light rail trail 嘛 ，train light rail or light rail train。any subway 係咪先？係啊，我Melbourne我就是坐火車咯，特別我當然徛喺 uni 內面嘛，了我就愛去火車站就愛坐巴士。哦，你巴士去火車站，你火車是安怎嘅火車？你火車是電嘅還是？電嘅人較濟是嗬。你火車係 commuter train 或what？上個我人係 KTM 啊，上個 commuter train 嘅。OK。特別係搭貨。你就坐巴士了解去到伊個電車站火車站。媽媽姑來了。媽媽姑來啊 ！Good morning。 Hello， 毛毛菇。係。你坐電車你經驗上多一隻。你嘅車真長、真清氣、真水，特別嚇，你嘅火車第一趣味。什麼水？你嘅火車有三個站嘅，一個中央，一個頭頂，一個下底。了下伊嘅車誒，迄個 seat 啊，會換 direction 嘅，會換坐去後尾，坐去頭前。嗰個 ferry 呢？成個 ferry 樓頂。你唔知啊？你？我知，我坐過嘛。ferry 係趣味咯，了 Sydney 嘅火車較快。較快啊，是較快。較快。OK。Melbourne 嘅火車較快，特別咧，Sydney 嘅火車真貴。Sydney 嘅貴啊？貴。貴。因為你坐火車是到落去坐個去到落。我若是啲Sydney坐火車咧，是澳洲中嘅厝去較多咯嘛，會使火車嘛會到嘅地方咯。伊人 Sydney NSW 迄邊啊，伊人嘅火車 network 較大嘅過我人 Melbourne 嘅 network。NSW 是 Not New South Wales。New South Wales。所以意思是通過 Australia 啊，伊火車。無通。無通。得落通得落。有啦，伊有 national line 嘅啦，但係迄個 metro line 是無通嘅，因為Sydney 嘅火車嘅路較快過 Melbourne 嘅火車嘅路。我係無相嘅，無相嘅。
了，你頂到時到吉隆坡時有坐電車？我坐 computer，我嗰啲 intern 啲 Citibank，啲華都。得，是啲嘟啊？啲嘟啊。咁邊個人嘅 computer train 㗎？到啲澳洲嘅火車電車有咩唔同？較清氣咯，澳洲啦。較快淡薄咯，較準時咯。咁咪是你rasa咁咪是馬來西亞冇得清氣？應該中咗潮未講？馬來西亞係啦，但係啲馬來西亞清氣嘅，嗱我後面咪叫做清氣嘅，你講下聽話。係啦，頭先嗰時你震驚嚇，震驚那是清氣咧，八行對是清氣了咯。就係就比較緊嘅。但我對佢是我人實情就已經 improve 咗少喎。你唔會大驚咗 ，Lucky 有咪震驚？但邊下澳洲下無講大嚟震已經是清氣你都知哦。有啦，咁就是有一百你嚟比較努力㗎啦。是啊。嗰啲就係更加清氣咁樣。了是你嘅火車有台了誒。哦。唔知做咩事。maybe 較長嘅較遠咯。有可能啊。了Sydney 嘅火車伊若是你坐啲 Sydney 伊會使去 Newcastle，which is like 2點半鐘 away from Sydney。吉北頂。Last time 咪是咱馬來西亞咪是有一個新嘅電嘅火車啦咩？一個 commuter from 吉隆坡去到邊呢？新嘅 ETF。我頭先我本來係冇去蘭卡威嚟講，我想要坐迄個車去吉隆坡嘅。當然我去蘭卡威也冇啊。然後所以未歹啦，啲車，個是特別我點我只驚坐 any sort of 電車嗬，我就驚一個人嘅時間臭味。係咩？特別我哋你講是係咪嚟咯？我同你講啦。我到啲 Korea 啦，是冇臭味嘅咋。有啦，有當時阿姊媽嘅咧，咪臭糊啊，咩事有臭味咯。有咩物件？有萬山買物件，買菜金子啊，屌是。你無講啦，你知啦，咱講臭味講人身軀味所啦。我喺韓國咧嗬，除非講咱拜時阿妹，拜時阿妹有人啉酒嚇，你會知講嘛？哇，呢個啉酒。有受歡嘅味素，除咗這兩項物件以外咧，韓國是冇臭味嘅咯。而且是我無長 A 啊。我想你較冷嘅所在，你較無味到安尼味，伊味是有嘅，特別較冷嘅所在是特別是天時較冷嘅時，你較袂味到。因為咱住佇英國嘅時啊，冷天嘅時，我坐巴士坐火車。我較袂味到人，了熱天嘅時，哎呦，臭味個半死伊人嘅身軀嘅味，了無掌握嘅事。特別韓國人係咯，因為韓國人成日愛清氣嘅，就你知飲特人。哦，伊人較所較濟。有啲 office 面吹氣嘅。哦哈，特別啊，入面夾佢一定變氣嘅，但係面吹氣嘅啫，所以你看到人幫。下晡段即下晡段嚟咧，off 嘅 lunch 段嚟咧，你看到你嘅同事啲邊有係邊吹機嘅啫。嚇，特別我想啲亞洲嘅臭味，啲亞洲嘅臭味無相加啲相加多啲英國啊、美國Europe 嗰邊嘅臭味，嗰邊嘅是較即是身軀嘅味，啲亞洲是八項嘢咋臭味。煮食物件啦、三巴啦，下你款嘅物件係身軀嘛有，英國中。較無咧坐，較無咧坐。有啊，我去新加坡、吉隆坡，我要坐車本。你若是講話甲我係罵，伊是講是吉林亞比。我人新加坡嘛是上本，我人食飽轉來哦，我本有面喙齒本了哦。
你韓國人面出去上面，韓國人會負責炒是嘛？有酸啊，真係酸。After lunch 你唔是冇好嘅咩？啊，冇好咩？你酸頭咱馬來西亞嘅人別使講別人嘅所在嘅物件食嘅物件臭味，你知無？咱嘅馬來西亞，咱食第一隻臭味嘅物件，然後老實講啊，臭豆腐，啊！蒜頭臭豆腐唔是咱嘅物件咯，特別咱嘅咖喱啦、辣是辣麥啦，伊味素落重嗰啫。咱人關係無正，就別人食咱物件是味素加重嘅。哈，咱個食不辣醬，咱個食鹹。咱嘅物件，人無關係啊，味到不辣醬加鹹糊啊，成個臭物件臭嘅味，你知無？啊！我講講，做咩事？馬來西亞人會食韓國食，就是有可能是這個啊，咱較關係啊，咱人比下我臭。韓國人食到辣醬都食去啊！韓國人我當時我廿榴蓮嚟嘅，個 B 咧就係榴蓮個 B 啊，好真爽。我學我 professor 念嘅，我入 VR 啦，我查我 professor 咧，我 professor 是我會問你 professor 嘛，是你 professor 呢是啲會個跳會嘅，一定我哋 professor 呢是就咪講啊，你 plastic surgeon 嚟，然後我學啲跳會人咧，跳會咧 professor 咧要 share 嘅嘢 click 嘛，一邊會就你 click 啊，我打叫 click 黏啲 train 啊，都唔黏。冇關係嚟。我問啦，咱們小女仔咱榴蓮檔嘅時候，人個人咧對起時咧，我坐電車是有人想買榴蓮，然後行啲咧電車入面有。未行去，你袂使行去，你袂使行去。看了這邊嘅public 嘅位，你會看到伊嘅sign了，伊係榴蓮咧係一個紅嘅粉掛去。哈，你袂使行去誒！你看阿 John 啊，我去東海見時，我特擺水車誒嘛。伊個水車誒公司本講，你聽頭先誒啊，你袂使行，你袂使行榴蓮那邊誒。伊人那是比較伊榴蓮那邊，伊人個加拖路路誒啊。哦，我可能捌看迄個 sign 是到啲 hotel 咧。所以我若是買榴蓮啊，我特別叫伊個物資啊。掛伊開好啊，切伊開好啊，下啲那邊 polystyrene， 下啲那邊抓落了，下啲外邊呢個車啊，加伊個玻璃器，捏伊個抓落啊，啲外邊啊，แล้ว我特別使啊，哈，แล้ว我特別看伊個 motorcycle 無來超啊。我咁用波，有我只後尾個口一壓掉都是榴蓮咧，然後後尾佢係刷。無啦，我無使個做回啦，我使去伊花回了，去食啲花回好平嘅。OK，講到啲電車，而家唔是講就等阿你頭啲用橫條隻咩？嗰隻俾榴蓮咧頭啲橫條隻。我食嘅微波，伊是可能賣貴錢呢。你冇會彈濟落誒？你6 kilo 嗰啲先到啲hang out 嘅時特別轉喎。後面數咧硬講到冰嘅。就是咯。I think h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啊。我韓國冇啊？你看一個點食個碗就完。食個碗咧，可能會看一個都合。我未看一邊啦。OK，韓國，我要在韓國嘅電車，我 impression 呢是韓國就是只前期，真正較過嘢。你有來過咩？冇啦，我 impression 啦，我是講，我確定我講日本嘅。哦嚇，我日本我捌去啦，日本我唔認識啦，啥前期。我講日本嘅。日本無通講啊，日本仲世界第一前期嘅。正講，你韓國講下啦，我韓國嚟講下。韓國只大啦，我是會講首爾咯，首爾是 capital city 啦。正係 city 都有家己嘅電車嘅幾多條船。我去過，戲中
其中嘅人你俾我錄，特別睇講一條 line 咁樣嚇，一條呢我會記。冇條 line。哪條啊？釜山不是有幾哪條？特別粗是幾你是等都是一直搖嘅啦。老實講一直搖嘅。係咯，都有20條咗。20條是點啊？喂？Send me。真係咩？等下係 picture。你想嘅？哦，係個。你嘅準。都是全世界啲電車最方便嘅 ，one of the 最方便嘅 city 嚟嘛。哦，再解釋下。你有20條 line，20條 line，有600幾個站㗎。哦。600幾個 station 㗎，所以一倒出來規定是滿嘅，所以等頭走嚟韓國唔捌坐過電車，人看咧頭暈嘅。伊是到啲above land ground 還是 underground？嗰度是 underground 嘅。above land 係真少，因為啲所長有一條江嘛，真係大嘅江，漢江，正濟車要過江嘅嘛，過江嘅咧有正濟咧是安怎講是過橋嘅，所以佢咧特別起來咧佢就落到隊。等下 Brooklyn 咧。起來佢就落到隊。แล้ว你在講韓國伊個即個電車歷史咯，古啊其實起 start 起，然後因為是要起呢坐了個安尼，伊特別正早就已經 develop 伊 system 啦。對啊，樣就早70年代有咧。所以當然咱講就是等我看咩啊。應該是唔知我啱未出事之前應該是有咧，因為我朋友細漢誒就唔是我朋友細漢，我朋友啱未出事就已經有咧。你多兵過來。我看到你 image 是頭兵嘅嘛，所以做頭兵嘅呢reorient，即係咪是？我哋 camera 都頭兵嘅嚇，你 computer 嘅 camera。哦，你 computer 嘅 camera。是咯，computer screen 點解就特別咧？ I think 你 setting 嘅 set，你 flip。是咯，有個 possibility 咯。我唔知我比較識啲。愛唱我係咪我哥哥韓國朋友？你做 ID 啦，了 ID 呢個伊要甲你扣辛苦，你愛扣啊邊面嘅？我愛減肥。愛抽油啦，抽油要係啊！是啊！抽油啲爸爸你是點定啊？應該是有夠啦，應該是a year plus 嘅 supply 應該有夠啦。即係啥物物？a year plus。即是阿周嘅好啊，即係啥物電車嚇？等我看。即係是韓國嘅咯。Osaki 即係啥物？真嘅。Osaki。次は五反田。お出口は右側です。等陣我放個人看。東急池上線。都営地下鉄浅草線はこの電車。五反田。The doors on the right side will open. Please change your for the Tokyo Ikegami line and the Asakusa subway line. 哇，有邊個？次は目黒。韓國本事呢？韓國本事有邊個聽本呢？東急目黒線。叫字。啊，就少啦，伊人會影響。係咪叫字？應該使拖字嘅眼光字啊！叫字，唔使講玫瑰啦，佢直講嘅。哦，玫瑰。嗱，玫瑰。呀，特別又唔是咁樣奧多嘅那種，咱喺韓國嘅話咧，唔是咁樣奧多嘅，伊車行條點條咧，迄個conductor 乜嘢？迄個 conductor 常常講話嘅。有咩講話？亂講話。是咁樣 recorded 嘅，伊 recorded 嘅咧是咁。你入車程啦，你入車程伊會講嗱講伊電車終於入到來啦，지금 열차가 들어오고 있습니다。伊會講一個話，特別只去電車啦過後，伊 conductor 本會講話嘅，伊會直接甲你講，唔會被冚啦，甲你注意咪咪嘢就咪話咪揸住人落車去車，甲你大概小心咁些啊。假設講嘅假設是冇正線嘅啦，講嘅假設是冇正線嘅。哦，一下愛困，你聲聲聲咧。大家注意，人同意啊，唔會被冚咧，甲你注意家己嘅人身安全。咁是冇正線咧。
冇成間英國誒，有陣時，嗱是講頭另外有頂車要過來啊，伊就要 slow down 啊，無等下伊正大 conflict 嘛，伊有 collide 嘛，所以伊慢慢我都行停落來時，啊，他車當警車，他這有車過來往對，啊，小可停者，大家注意者，感謝。那你記你金 station 金咪菇嘅，告訴我，那小station 金咪菇是聽到我只古 episode 邊咧學見嘅事，豆嘅應該知嘛豆嘅？少 station 金咪菇嘅係咪菇啊？我係咯。我是講嘅話。仲 repeat 係咩名啊？我冇聽咗個聲。我講你記人聽到講 station 金咪菇嘅哦。station 你咪咕嘎嘎嘛有，好像有影響啊，但我冇咩記啊。是講樣子啊，我報告嘅嘛，我報告你電車嘅announcement 嘛，然後我講那時本來是為你電車嘅時候，然後是用我聲報告。聽咗，我係記，但唔知個是 episode 呀，唔知個是 episode 呀。station 金啊，是咯。啊，是咯，我係記。แล้ว即係咧豆嘅咧，你用坐電車坐 MRT。我有時啊個是有落 KL 咧，我就有坐咯，因為 sometimes 看車traffic jam 啊 ，and then 嘢 location sometimes 我去 location 是伊近啊 LRT station 啊，所以我嘛坐 LRT 落去嗰時咯。方便啊！方便咯，咁啊 around 5 minutes or 10 minutes walk on 我 OK 啊，冇講遠啊。所以我嘛坐好車落去咯。頭嘅你有坐 MRT 冇 ？MRT 啊，有咯。你來去咯，我未記啦，你大到你一個。我是 class 吧，sometimes 我落去Bukit Jalil 咯，所以我Bukit Jalil 嗰度Bukit Jalil 冇 MRT 咯。有嗰陣有咯，所以我有時陣時喺 KL 我就做附近因為我係 friend 住咗Bukit Jalil 啊嘛，所以我就幫人哋住，我坐車落去咯。因為依 MRT 依起一個去車頭見過我係賣厝，然後啲Pusat Damansara，特別我冇借到，我冇間喺後邊嘅話 ，because 依 line 都冇開去落鋪底呢，依冇落去鋪底，我跟住去冇冇白嘅位呢，去Mutiara。Damansara Mutiara Damansara，特別你是特別加一站嘅點先咧，依個係掉嘅了。係咪係痛咯？咁咪係痛咯？掉啦，看啦咩？牛呢？未必咯，未必嘅，有一個唔痛嘛。咱人馬來西亞是真係難咯，咱人安尼坐年，咱無你個來做些物件啊。咱人話 LRT 即係坐年啊嘛 ，LRT 啊，啲馬來西亞啦，我常常有落去 KL 嘅人嘛，落去 KL 真係所在未去嘅啫 ，museum negara 未去，我有大媽未去，下面咪咁我未去嘅啫。我是掉，你看我對來去馬來西亞看到伊人開一個 LRT，個開伊 monorail，我想講哇 KL 安尼好了，安尼好事，搭行安尼方便。個無啊 ，because 伊 LRT 是一個公司 ，LRT 是一個公司 ，monorail 是另外嘅公司。你買一個單啲 LRT，你袂使用伊上單去接 monorail， 你個就要買個一個單。And it's 小嘅，所以 LRT 係 take touch and go，at monorail bay。我講伊無上公司佢唔要緊咗，特別 system 會係上嘛。你無上公司我佢未飛 ，because management 無上嘅數，對唔對？一個上大嘛，韓國本係上嘅，所本是真正一間公司本嘅。特別你唔出來哦，你上時間會嘟行個咯，規個 system 就行不了嘅。伊人無上間咧等啦，你看 Central 你若是要接落，你坐 LRT 你若是要接落去 monorail， 你就要出來嘅開車頭過路本啊！是啊，咁，即係我 agree， 即係我 agree， 因為and stupid 啊！按照看，你看你若是要去上個每邊當嗰邊啊 ，LRT 都無方便了，伊都無開車頭嗰邊，你就要用 monorail。特別我若是要落鋪，我就要坐 LRT 頭先 ，because 我都無 monorail 嘅開車頭，我是 LRT 是邦沙。
嚇，所以我特別接 LRT 行雷買一個單落 Central 出來過路，個買個一個單，了巴魯加我會落坡。但是因 plan 嘅時冇 plan 冇 plan。我冇猜到是應該講我冇是 guess correctly 就是你那嘢 LRT station 嘅時候買嘅 ticket 就係去Bukit Bintang。把你就愛路車咯，應該是咯。白路跌落Bukit Bintang，伊無白路嘅單嘅款，因為伊LRT是咩？伊LRT Bukit Bintang嘅會上口。我當今嘅，伊馬路嘅 A 呢？當今馬路啊，我個 A，我就奇怪啊，嗰個看到呀嘛。是，我無時間講我個人嘅，我無時間幫你，我無時間講我個人。所以我要用我搭乘個格，我袂使用我搭乘個啲 jeep 嘢可以請了落去破一出。我直頭時結發俾你，我話我是 KL 人，我唔愛講啊，我唔愛講啊，我 give up，我 totally give up，然後我特登去坐線佢，我驚坐，然後 as 成個 roller coaster ride 看去坐了啦。LRT 對我嚟講是一個放飛，看去坐開車呢係。係啦，就是啦，政治被台灣去坐 MRT 是安尼款啦，比斜航正航嘅咯。講香港食香嘅，安尼啊，無了，無時候就講用意是 as 我人嘅一個美呢，係咪？應該我自己嚟啊，我坐車我高興啊，應該是，應該愛坐嚟坐去嘛。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第要緊嘅，因為你 public transportation 係好啊，你下面入邊做咗 economy A 啦，你人啊行業啦，productivity 個加了下面，你 commerce 你 productivity 加了 depend 你旅行加了 tourism 加了 depend on public transport 嘅，伊人佢冇做嘅較要緊。我講所有一種嘅 occupation 真係要緊嘅咋，或者唔是要緊 ，sorry 是加趣味嘅咋，伊是嗬，係你退休咧人啊。uncle 佢就是 uncle 啦 ，uncle auntie，退休咧 retire 嘅人咯 ，uncle auntie 送物件，要做 delivery， 要做商會，要做 delivery， 因為 delivery 是用subway 嘅，一 create 一個新嘅 job 係樣咯，就是講有時你 from one station to another 嘛，你在度做，你所有 station 隔了啊是真正方便嘅咯，伊是 almost 隔了所在去嘅咯，隔了嘅 attractions 啦。tourist attraction 隔了會去嘅咯，係咯，隔了嘅 shopping centre 本會夠嘅咯，所以真正方便。所以當佢有一個新嘅物件，人講講哇，有一個 document 我俾 send 去到一個 area 下面物件，人 call for courier service， 迄個 courier service 是 uncle auntie 嚟，佢就是 uncle auntie。好啊！嚇，你睇有時坐 subway 去搞咧物件咯，用 subway 送物件。我俾每人看啦，I mean 你特別 give it time 啦，but I know sometimes lost gone case 啊，你成日就係正，唔係你先係 gone case 啊，我嚟講。我明白，特別你特別係咩？你特別開始你特別隨一個點先嚟開始，嘛你別使講啊，咱嚟賣啊派啊，賣啦，讀書應該咪是賣電檔哦。你我俾每人對最近唔該叫菜店啊嚟講啊，菜店啊特直接接 monorail LRT 去做工嘅。我佢哋派苗咯，啲 KL 嘅人。伊派名。直接講阿蕉講係咪 ？actually 冇成類本咯，你如算起來直接都愛比較不是愛有可能10塊10幾塊咯。問題我 monorail 幾時派嘅嗰陣？哎呀，我根本借車啦，價格再派了你講。我根本借車燒油。是啦，不過我人愛做 fast train 嘛 ，KL 去新加坡 ，under 新幹線嘛，新幹線做架掉啥子？我講，咱咪你都專做一個較奇怪嘅物件啦，你冇變啊，你冇變嘅物件就，專門做，做咩安尼看呢？咱人嘅 priority 啊 set 唔到咗 ，KL 去新加坡會比 within KL 較要緊咩？係啦。係哦。嚇，專門做，伊咪見開下你類有新幹線就嚟，哦 ，yes good，較好嘅 system 嘅 KL 去新加坡，你按照你唔。開類去 set 好時，你貴嚟 KL 嘅阿婆 set 好時邊嘅 set 把你出嚟 cover 嘅了。是咯，去新加坡做啲，去新加坡背起就好啦嘛。Northern 就背我 fast train 過咩？所以我哋時候仲要買 KL 去嘅打咧。係咯。買 KL 去 Perlis。咱是我自己人。好咧，我冇變變嗰度。咱出名 export talent 嘅，咱會學咱嘅 talent 去新加坡嘛。去開類。咱開類上揚出去嘅咯就。咱開類。
啊，是哦。你特別，我想就半壁嘛，我攞咗就冇。新加坡人嚟咧。我同你講，新加坡人嚟咪嚟啦。我唔是講馬來西亞用一查緊嘅款啊，睇新加坡嘅人有落濟人未特登接嚟馬來西亞去 KL。二咧，特登接，俾物件嚟正。我只馬來西亞人接嚟新加坡做工嗰陣哦。啊喏，到頭餅嘅個。做工咧，咪當然係嘅，嘛，咪去借。係咪馬來西亞嘅人做工去新加坡，還是新加坡嘅人做工去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人做工去新加坡。啊，啲新加坡做工啦，哦，有我啲咩做工，我咪是大啲做好年啦。係啦，我大姐姐開晒做咩鬼 ？KL 一波嘅人走過嚟新加坡做工嘅，嗰隻。我講，咱人冇好 infrastructure 就，我老實講啦，因為我淨係邊樣仲要差價錢啊，做嘛，因講你去 LRT 啦，跟住去 train 啦，就對呀。我老實講啦，一句就搞掂咧啦。邊樣啦，是連北京半未 set 到嘅實時啦。Lucky，我而家老實講，我聽到嘛，咱做咩人招，咱連北京半未 set 到咗。係咪做北京？係咪？睇下你做咩容易啩？我諗北京 system 半未 set 到嘅 city 嚟咗，咱係連邊樣啊？我想講 set 到啦。阿龍，我想講 set 到啦，依樣大人用呢個單嘛。冇，當然被 scrap 嘅 system 啦嘛，被我白行啦嘛。哎呦，我俾佢攞半尺啊！我是連 system 有被 set 到咗，嗱 OK，你講北京啦，啊，你講巴士。安裝貼，你哋點安裝貼？是愛去 LRT 安裝貼，聽冇？我講你講貼未掉，因為真係這是 heritage 啊。我諗就係 pre-war， 安裝貼冇可能貼誒。你特別安裝貼到這，我在望正嘅，我愛貼到這點咯，貼到這厝啊，甲起掉望正㗎。我老實講啦，我當你廈門北嚟啦 ，OK， 廈門北嚟啦，你真係物件，你講哦，要跳啦，做 LRT 啦，做 MRT 啦 ，modernization 啦，咁樣是講啦，除講南巴桑嘅，因為兩人連啲 simple infrastructure 兩部未 handle 咗。OK， 你愛做 LRT 啦，講個安尼大啦，你有鐳又好啦 ，whatever 啦，你連 bus 都未 settle 咧，你去安裝 manage LRT，Are you sure？ Tapi sometimes it's interrelated 咧 ，sometimes 你一個 system 嚇，你成個 by itself 是未 work 嚇 ，because you rely on another system，所以 sometimes LRT 會 mix 個 bus system， 對，你啦，計行。特別我俾梅浪啊，講到啲係你北京嘅嚇。我會記得北京嘅就是係咧，巴黎，不是，係咪？你個係大擺。哦，有成個嘢嘅人家見啊，啲講咧加加 kereta 啦，係你會記得。係兩本是有本啊，你那是去 Penang Road 啊，那是你去這個 Abu City Lane 啊，有人嘅。private 嘅地啊，伊人俾何人去泊車啦，伊人去請一個嘅另外件啊嚟過啊，做咗個嘅打，然後拖累個路啦。啊，冇個山啊！誒，我冇啊好，使你好，我哋跑啲車啫。哈，蹦啲車啫，然後就俾學伊累哦。我咪每兩人邊呢安裝 settle 嘢即係搭車了個 heritage 個安裝個係 solve 人嘅 traffic problem 啦，其實 only 咱唔是 expert，但人自己 personally discuss 嚟講。未 solve 嘅依條邊挨隔了，依度要做成個，依度要做成個新加坡了restrict 依個 private car ownership。依冇 restrict，我講你講下 main restrict，咱人 I restrict 咧 is like second phase or third phase 啊，咱人 first phase 啊，啲 fundamental 物件咱就未搞掂咗。你有安尼款嘅 bus， 你有安尼 bus 喎，你連安尼款嘅 bus 都冇咗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要等45分鐘到位 ，hello。嘛，冇波人要借安尼款啊嘛。冇人愛借咩 bus，因為你未 settle 往嘅 convenience 哦。你未使 argue but bus is still 用依上嘅路喎。嚇，你用上路標記 it's fine，但問題是咧，你一時上頂嘅 bus，啲北邊 northern 鄧中半亞 sorry 啊，到落巴行啦，我就要行到去。Tapi aja, lu nasi siang wa, celebas nasi jijab lang je, hal si coba cap teng 嘅車都冇了哈，啲嘅咯，哈？你若是講有安尼 restriction，人能夠亂滿咯，所以伊無人坐本標記，因為政府誒一直要貼誒。
總之伊愛食坐 bus，伊愛subsidize 這個了物件。是講咱 discuss 看，袂使講太遠嘛。教人愛坐 then 個成個。伊 system 就被 start，上面你冇可能講當佢讀到死啊，嗬，佢冇做半行嘅，咪是 only get worse。啊，冇伊本是做成個 Venice 講，你若是要塞車來，好，你放你嘅車喺巴多爾嗰邊，你放你嘅車喺擺，然後大人冇插，你是最大人喺邊呢冇車，你行路，你。腳踏車，你坐腳踏車，你坐巴士是係咪？冇車最貴。冇人敢做呢，啲物件咯，是冇嘅，冇政府敢做呢物件。應該睇做成下你中國嘛，中國香港你即係拜2個拜2拜3，我冇俾拜2拜3。哦，未地都要好。你車 odd number 咯，你車嘅嗰時你後邊是1、3個出交嘅話咧，對，拜3拜個。比賽會使，但是袂使 ，depending on 你嘅 system 啦。但問題是，這個物件，這個個料啊，我 personally 啦，即係這個物件個料啊，你愛 restrict 係咪又好啦？但係問題是，你袂使當機 restrict， 你都冇物件互人個，你安怎去 restrict？ 你就 make sure， 你冇 facility 嘛 ？infrastructure， 你就要做你 infrastructure 頭先了解你會話。對啊，你就冇 transport， 伊袂使驚蝕本嘅咧，因為這是政府互我 benefit 嚟嘅啫。嚇！伊袂使驚蝕本，伊袂使講哦，無人坐啊，所以我人免互安尼坐巴士，我免幫安尼坐巴士，免請安尼坐啦。伊袂使講嘅，因為這是我 benefit 嚟嘅啫。因為我無往俾法上做。係咯，我 tax my to me。你管到我人有冇坐，你 bus 就俾 ready 嘅了。古早是有這個物件咗，英國超嘅點樣是有這個物件嘅。แล้วอุดแทรมอุบาสิสเตอร์ลูกของกูจ้าแล้วเราใน public transportation สิโคกเป็นตองกินกันเจแล้วสิ1960ที่แล้วก็เถียงกันแล้วเหรอแต่กูจ้าไว้ปากันไว้มาเจ้าเลยน้ำชาสิเจบัสเจเทรมเจ้าห้องเป็นกูให้เจ้ากูสาเลยเที่ยวอยู่จ้ะส่วนแล้วเราใน public transportation สิเป็นแค่เรื่องอ่ะแทรมโล當今三輪車是有個隻本地人有隻三輪車個隻貴個咯กันแล้วสิหอนั่งไหนสิ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มีอย่างกันแล้วอาจารย์สิ怪味酸แล้วก็有一個正嘅了 idea ก็有一種嘅 idea 變成是一個海樹來嘛嚇海樹啊 island 是一個 island 來แล้วก็有呢隻釣魚嘅人都冇講了伊人有準咩 so啊，冇伊人，哈咪水人冇 develop 一個下 island 嘅 system，round the island 嘅 system， 你若是大啲，成個大啲就路東啊，還是班的巴沙，還是個搭上個啦，你若是要去巴都 Fringy， 哈咪水都冇借準。啊，對咯 ，exactly。冇得壞啊 ，WWT。哈，伊人就會做一個 water ferry 嘅 water taxi 嘅公司啊，誒載人。個水，個快嗎？咱就是比較做咩嘢？咱嚟個做咩？以後啲咁大頭整完 ，kiss in the lift。Hello，被自己呢 book of record， 被做全世界第等嘅wall painting。咱轉到只茶木嘅。頭殼嘅啊！嗰啲叫做 food festival， 講即係物件有安尼好見咩？啦，特別啊，有 water taxi 睇下本啊，啲Church Street Pier 路E&O 嘅公司出一個 water taxi 路，那是要去跌軌啊對啊，路一坐一個 water taxi。應該係你是你咪未叫我古早啲邊做緊嘅。啊，我知。你在自己有落幾人借咯？你就直打俾借幾類啊？冇幫人借啊！直打俾借10塊。哎呀，10塊。我哋做成呢，你看下你是可以人家己嘅好嘢人咧。啊，伊是好你爽咧，好你自己哦 ，what a beautiful scene！ 就唔適合做工人，唔適合做工人借啦。我借喎，呢度都係 key 嘅。咱邊咧有只 potential 啦，尤其是邊咧有只 potential 啦，會做只物件。Public transportation 絕對會是 first priority。
但是你無夾嗰隻物件話咧嗬，嗰粒味，Don't tell me，你得伊有人無人坐空車，就變有誒，即個物件。Don't tell me，你講啊，我朋友啊，韓國又好啦，中國又好啦，要去檳城地圖，我啲時想咗，去檳城咧，how are you going to move around？所以當用我知啊。Actually 啊，你特別少 because 是本地來啊，就係冇你咪識啲看物件。我嘅隻物件你特別叮當啊，我講。你咪水車啊？你咪水。呀，你水車。對車嗰個司，阿邊你搭車時咪是本地。嚇。北京啊，唔是搭車啊，去北京啊。去北京先擺俾結會先，我特別上頭先啊，我俾搭車鐵達路。嚇，แล้วสังกากูนี้สิลังคิดจากที่ตัวชังคาสิอ่ะฮะเลยวิยาเตะทำเป็น heritage area รู้ไหมพัทยาก็เสียวอ่ะฮะ喂，你講咱成日用即個 taxi 還是你 Uber 你看 Grab 嘅 system 係 solve 咧即係 issue。叫 WeWe 爸爸，叫 WeWe 爸爸。你是講你上貴啊？哦，伊個 fare 上貴先。就你未看，你未看特別啲人哋，安尼可能成老慣。你未看特別啲 Uber。你條邊愛有 4G， 愛有 WiFi， 貴開車咩？而啦，你可以 imagine 啦，就是講有一個人啦，我是做工嘅人啦，我大啲幫你巴士，後來我做工就係等條門啊，你到落會看特別啲 Uber，你一刀起就按20幾塊咗，你自己就係開40幾50塊咗。對。都自己開50塊，自己開50塊是比隻3倍股價少咗，4幾10倍咗。會使講升車嗰度直接講。冇應該貴嘅，你只係半嘅啫。啲高咧話咧，你隻汽車啦，是高咧你1250塊，你算係13塊啦。1000塊是啦，人邊兩嘅3塊八，所以一刀汽車，唔算3塊八啦，你隻汽車13塊。去到你所在有可能你行天淡薄啦，整拗啦，看你嘅 distance 啊，有可能你一刀2000塊韓國你啊，但係你只一段啦，要7000塊，所以你看你嘅 transportation 是你一段嘅 one third 嘅啫。我哋邊嘅話咧嗬，從 one point 到你開20塊話來回50塊、40塊又好啦，40塊你就幾段都上得啲邊領就邊領啊？你巴士半幾咯？你我知，每隻4班飛機，過幾耐飛機 fine，但每隻是冇巴士，冇巴士，要睇先啊！你看到伊條邊6點鐘都冇巴士。有貴嘅，但係又冇條路，一直都貴。咱做唔嘅，就是我貴啊！我等1點鐘嘅貴。對，我同你講，你等我會等就 OK，but 會等到久。你問我講古早嘅人冇 handphone 冇 smartphone，fine， 即係你是古早，當今人就 smartphone 嘅啫。啲錯啦，我出門啦，我根本我停曬又好，我就係啦，就轉好時啊，就困車啦，就 A 啦，停曬嗰陣時啊，我是我有 handphone 先到訂，我開咗，看下你把幾分鐘幾後嘅狗咗，係啦，我講 OK， 過咗3分鐘，我係使開會行就去了，係啦，意思 down to seconds， 咁講59、58、57。佢講準備換個 connect system 了。arriving 數你諗下，你夾單幾秒呢？100幾落先行過誒。是啊，台灣本身講嘅。本身是我講 rapid 邊領啦，是有安尼款嘅 app 嚟啦。你去 download 佢哋 app 嚟看啦，你去貝拉路做啫。所以就講，你唔知咩安怎用伊，你今日會有 limited 嘅 option 嘅。第二項是，information 是，你寫一寫，伊冇 update 嘅。一20分鐘都有夠，就等咯。4厘幾後一邊，4厘幾後嗰度20分鐘幾後了，一邊25分鐘幾後夠。係咯，你佢就等，係咯，要一個 hotline 咗，你 call hotline 啦，伊個你講係你把送嘅都得會。係咯，你好，我 call 佢10刀啦，有一半一個講 bus breakdown，really。So, lang是講要 improve 啦，我見咱 start 到啲 basic 嘅 key， only 咱用咱 existing system 嚟 start key improve。所以我可能講，伊做袂夠，把你去台灣做會夠，得你自己而家就。exactly。所以台灣你都在一陣間安裝咯，台灣你一陣間嗬，一車內邊有迄個
有迄個細博呢嘛，伊車內邊有直有裝嘅 computer 細博咯。伊假如講落嚟迄個站是蝦米站啊？然後伊個教示啊，伊個博伊家己講話咯，唔是迄個 driver 講話。唔係，ยัง是 hit the button 嘅啦，ยัง幾好事啊，要就先係訂唔到嘅。伊教，準伊講幾秒教，幾秒嘅就準嘅啊。你是講按破嚟講啦，做咩事人會安怎個會 improve 頭一條啊？就係講無人愛坐巴士頭一條，因為伊巴士 system 無好，所以係 vicious cycle 嚇。你若是無人坐巴士，讓過去買去插伊個 system 咧，是變咗更加難。所以就是講你要做伊好條，你是唔是就要學伊個 infrastructure？你巴士咪講 LRT、MRT 佢頭先，嗱個係巴士，但是你巴士 system 做好，你準時講達25分鐘。半點鐘一點好啦，問講個幾日一點鐘兩點就夠啦。但是伊點聲伊做準，是啊，準嘅，也係準嘅。แล้วก็สัมไปลังทัชเชียจะเชียทัชเชียทักก็ไม่ติดตัง嘅สิอีลังกำมันตาบัสสิอีลังตัวเป็น做 bus lane 我諗 KL 冇 bus lane 嘛是想ที่เองก็แล้วอีลังน่ะสิพอ平常嘅車 jeep อี bus lane สิลังตัวเป็นไฟนี่ลังอย่าง我嘛是ไฟแล้วมันจะเอาไฟแล้วไปควายสุไหม我10幾年整到有咯，即係 bus lane 呢條ไฟ唔使啲ไฟ咧我諗住講啦，有時講express lanes，一九個就出年，咱人冇離開英國嘅話 ，today we will have everything。嘅話 maybe 就是唔對啦，即係 mindset，but 有嘢老實講，咱人睇咁些，咱是冇離開英國出嘅話，咱見日間都有個了啦。蒙古 tram 個咯，可能。做咩事？係咪嘅？做咩事咧？你香港嘅？我唔理解。有些 system 是英國人留落嚟嘅。哦。咱嘅 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英國人 design 好，咱嘅嘛。定擺Georgetown 破地度有 tram 嘅嘛，你嘛是會看到依個 tram tracks 個啲Beach Street 啊 Penang Road 你嘛是會看到，係你誒古了就冇了，我細漢時就冇了嘅。OK。冇，即係 after British colonization 咧，依時咱人覺得依時60年代就唔使咁聽嘅。我未諗這問題，咁美國咧有另外一個 issue，就是講car industry kill public transportation 咋。你知嘛是？就是咧所講，個政府無關係咧 ，maybe 依個 car industry 可以做派依個 public transportation。有啦，因為一做依個車，安尼幫佢，所以較濟人會買依個車。係啊，我哋講啦。馬來西亞唔是做好一車幫佢啦，好路一時做好路冇 public transportation，那叫路去買依個車。好路去買依個車，等我哋中頭兵嘅。哇，好成理咯。YCD Kansas City 本身咧 ，last time 我哋 public transportation。怪一隻 area 有streetcar 啦 ，streetcar 隻 ，then 伊人運車出嘅時候，伊人嘅車 lobby， 伊人嘅政府貼伊個 track 起來，所以貼伊個 track，咁咱嘛買車咯，咁咱買車過一檔機咪是會做到對嘅時，直接看考即係 ，because 伊都俾冚落呢，伊俾 hello 伊個 track 時都俾冚落，แล้วก็人可以 QQ 考，QQ 考就是咯對，咁。我是覺得，若是講英國插手嚟講本好係，唔知伊個車 industry 本是做好一人貼人嘅路去。有可能本啊，但係你話韓國本是出車嘅國家嚟喎，你話伊佢是好嘅車就韓國嘅車，韓國出車，但係你是伊 public transportation 有啲錢係 efficient 喎，啱啱對人死。車是貴嘅喎，啲韓國啲車。較貴嘅，就得啦會卡咩？唔就得啦會懂啊！但係你冇別記，日本有 car industry 咯，但係伊 car industry 冇 Q 伊個 system 喎，所以看人被安怎用下面 system， 用下面 infrastructure， 安怎個 mindset 來安怎去 discuss 到呢個問題嘅。人車人好啊！係咪嘅？人車人好嚇！對，人嘅車股是冇歹嘅車嚟咯，韓國有陣時。即係我講韓國啦，是50年代嘅東西啊，因佢拍成咗 Korean War，因是比人國家死嘅嗰度咧，是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啊。咩人都人嚟講啊，人嚟講啊，你回講上邊這邊。
特別咱個韓國邊啊，咱嘅country 個韓國邊起來，伊啊做大細那邊，讓韓國大細韓國嘅細。你嗱成個新加坡，都是嘅新加坡，都是嘅新加坡。所以新加坡嚟講，新加坡咱問講去韓國啦，去新加坡邊嚟講，新加坡嘅 public transportation 加馬來西亞邊就情差就係咁啊條。新加坡 already 是 world class OK。所以特別 even 你去新加坡嚟講，你有rasa條講成個，哎呀，我覺得驚真嘅，咱關係咱成派咧坐車嘅人啊，哎呦，我就驚嗰邊個貴攞邊。嚇，對咯，我講整攞啲就炸名呢，炸名我係有一邊兩嘅朋友過嚟整。哈哈。誒，你都冇聲。冇記啊。你 Bluetooth 冇彈啊？你 Bluetooth 冇彈。未聽到啊？聽未到，我冇講話，當你聽到。啊，聽到啊。我朋友讓馬路嚟整 business trip 啊，係咯，你講話，哎呦，這邊啊，讓你subway啊，嗬，佢冇 lift 嘅喎，我個更嘅我咪行咯，我就 DLT 喺呢邊行嘅啫，我笑咗，馬來西亞成海人嘅了，你話韓國人特別kilo，冇人 complain 嘅啫。特別咱人嚟接頭一刀，人都 complain 啊！就是啊，我就是講，人嘅 attitude 啊，是 sometimes is the biggest problem. Not because of 政府嘅安怎 implement infrastructure，咱人嘅 attitude is one of the bigger factor to influence 做咩事人嘅 infrastructure 唔好。Because 你特別，我唔是講 excuse for 政府啦，你 infrastructure 特別好 ，on top of that 你特別人合作嘅你政府，你個會成功嘅。你揾一邊嚟講，你做唔通。咱落邊都冇啦，未必。是哦嚇。點解咧？安怎咧？哇！你咧冇，咱個條是冇可能咱世界，人問講別人好了。講規世界，安尼做 engineer， 安尼做人做冇上 transportation， 大家人未想到一個 way to solve 人嘅 issue 咩？別啦，咱係Microsoft 就唔是講咱 Microsoft 嘅，咱係 planning 規個 Malaysia planning 根本就唔對咧。好像是按照一樣嘅，係想講建呢個係規 city 嘅 planning 唔對咗，規個 city planning 唔對，咁你 transportation 安怎係好咧？你若是講，咱咪隨別個位，咱敢若隨檳城 island 嚟隨嚟講啊。若是咱咪講政府，咪講下面啦，咱敢若買做好檳城嘅public transportation 好 infrastructure 好嚟講，咱安怎實咧？係啊，好像是這是把這傳說這個，你把邊個等陣你把路How do you start？你安怎開始 ？bus extra 類係你 bus 嘅 line 嘅係咪啦？轉係你 timing，就講你識講，你可能正嘅 bus 咧是大家講正正嘅咯，但係 bus 是講正正嘅。你 extra bus 本呢個 bus 安怎行？呢個 bus 都俾用呢個路平平甲呢個車都相接。嗱，一搭車嘅 problem 也是成啦。所以咱特別你無法，咱是特別有 implement certain law to restrict traffic 先咯，對，你該 open 呢把先嚟對。咱咪插講啦，ideal 咱是 discussion 啦，咱咪插講啊，邊啲人家就聽話啦 ，OK 個了，我都做。了，安裝攞愛做跨性，攞邊啲行確跨了啦，咱邊啊別安裝 soft 了，我意思啦，你講我咁樣聽話咯。你看 Green Lane 都俾安裝做一卡跨 ，Green Lane 我貼咯，就是要講條俾貼咯，貼厝咯。貼得下邊嘅人俾安裝，因為人大啲厝幾耐即幾耐年了，我人這邊隔 KL 就是阿番貼，冇錯。規擺厝噴過去一咩嚟邊？我真隔就是阿番貼。有好歹啦，若是講貼，若是講有貼了，是會 solve 這 problem 嘅嚟講係，個有 get 得咯。是叫貼了你別 solve 這 problem，是貼冇得。係咯。
往正港嘛是貼咧往巴魯人知嘛哦，actually 往 Times Square 下巴魯from 布魯 underground 下到加蘇艾灣嗰邊㗎。underground 是一站㗎了，是往有 underground 嗰度巴魯，所以㗎了下。巴魯開嘢啊！愛開了，巴魯是伊冇嚟做了真濟年。係佢點擺路特別請 monorail，知冇？布魯其實往是 monorail。巴魯本是有 monorail，是講伊下伊嘅做一站冇了。underground 嘅，所以我伊應該是今年年尾嘅時候咪 start 了嘅啦。monorail 是我朋友嘅公司。So from 蘇艾灣嗰邊㗎，行去布魯咧，就免坐都敢若行下呢咯。我咪講，下，我咪講那是邊人會做underground？未，當今未了。未啊，當今未了，咱未使上這個物件，上遠啊。咁所以我冇明白講。喂，等人，當今。巴魯個聽到嚇。邊人嘅 infrastructure，等人當然愛做這個物件嘅話咧，會開真濟錢，係啦，佢影響到真濟數。誒，咱望別記，咱嗰是海樹嘅，咱是 island 嚟。island，Penang 是 geologically 是 granite 嚟，你再做坎坷冇被 all granite，被 all granite 啊，係啊，真坎坷咯。咱我同你講，咱人嘅 government 啊，未使做上大嘅夢啦 ，cannot dream too big。你定 fundamental system 你 settle 掉，咱就會真好過嘅。就所以人哋講未去 LRT 啦，去 tram 啦 ，public 嗰條亂啦，情況度啦，我同你講啦，一啲亂到幾啦，你5年過啦 ，trust me，咱5年過，咱自控22年嘅點先啦，咱 still 是講到上個 topic 過。我講你啊，我再講到呢個 topic，我再講句，我講句啊，講你啊，我講句。最少我咱就是有一個坑點落去嘛，再叫嚟開政府住啦，到時講時個再看住啲啫。OK，咱叫到啲上嘅人嚇，啷講？係啦，佢當時往地講蘇湖啊，地區第30條 line 咗咯。咩蘇湖？蘇湖係咩？蘇啊，我讀完所在啊。哦，蘇，我成講蘇。韓國蘇啊，耶。蘇是外國人講嘅，伊所在 actually 叫做蘇烏。安那南西冇講日本個。我嚟講。嚟講日本。去日本本是，我嘅 mission 哦，有去日本其中一個 mission 就是去坐 bullet train。了解。So end up， 我有坐。去新加坡咧。南西，呢個 bullet train 是唔是外國人看啲 video 特擺有真係濟人了咩？擠去那邊。是 bullet train 冇人坐，因為真貴嘅。哦。真啊無，你講迄種是火車，嗰是平常時嘅火車來，迄種我有掉本，有掉，我人安尼咁。我人知那邊啊。咁我去新竹區嘅 station， 新竹區是應該是第一，應該是全世界是第一複雜了嘅，第一屆嘅 station 嚟咯，全世界啊。我捌聽過。新竹區是，所以安尼咁我拄到是放工時間。แล้ว我看到我驚字，看到我驚字吧。然後時間安怎咯？我看到我驚嘅手呢。我看唔到我驚咯，才哦。看到我驚手。你禁掉伊呢？我禁掉伊呢，特別我驚是啲人嘅內邊壓掉啊。我看唔到我驚啲咩講媽咪，我不能了，媽咪。壓掉有影是壓掉去走。然後我禁掉手咪放了咯。我講係邊條？我隔幾本日掉了。我講條我寫下嚟。我未頂當內邊上家有影，個參過沙定湖啫哦。先生哦，未完全未頂當，我一 Q 我驚過來本未 Q 掉，好彩啊！一個 station 搞啊，順足嗰個個波嘛，一個前落嚟 station 搞好彩咯啫哦。哇！一出嚟我講人講。from 馬仔去啊，嗰啲唔係只會車往等住誒，一堆。
有影是真嘅，攞人看你 Facebook 啊，都到 winter 點啥個事 ？winter 點啥人3個9咗 ？winter 是國家8個，你3加3。就是 almost winter 咯，就是往期時就是。你借你咧，你借你 bullet train 咧，情 bullet train 要半幾嗱裝嘅，伊往就是第快，往條電經第快嘅，迄個是 Nazumi 哦，我坐去Yokohama呢，你知哦。แล้ว我驚冇水嚟啦，嗰時伊講唔知落去 before 落去冇水啦，แล้ว我經第一件嘅咯，我經第一件了10分鐘呢，應該是往正架去馬拉哥啊，你看啲 distance 啊，應該是，往意思講 KL 去十兩班，嗰時馬拉十兩班開 distance 啦，啊架10分鐘搞啊，往內度人就往河嗰類啊嚟去，往嘅類400幾個吧啊。對，是真嘅，哎呦，10分鐘嘅，係咪上啲貴嘅？bullet train 是安尼貴嘅，日本是安尼貴嘅，日本是第貴國嘢，東京是第貴國嘢，應該是世界第貴啊啦，我講一樣嘅，樣嘅，都想講樣。一面講一車。一想講自己車辦嘢係咪哦 ？actually 樣是開車冇冇辦嘢啊，我今日就去車哦。幾節啊？本錢啊，成千幾塊啊！แล้ว本地我時候愛講啊，坐京都嘅東京坐去京都嘛嗬。แล้ว本水部 hotel 啦。我時候愛京都坐去東京坐去京都啊，來回都在嗰類哦，飛機票啊，係你 bullet train 嚟類啊，一個人啊，一個人是一輪呢，冇啊，一輪應該啊冇，應該是1800輪來回。1,800嗰度，往嘅類1,800啊！依家飛機邊？飛機加辦嘢應該是，特別開車好謝，時間 compare 飛機加辦嘢啦，應該是。特別開車好謝，依樣開車好謝。一隻就上特別啊，只勤考謝講真嘅啦，是愛家己 backpack 啲隻 band 嗬，真嘅愛做好好 homework 啊，做好好 homework，因為伊一個 track 啦，伊一個 track 伊會使 monorail 行。會使 fast train 行，會使 normal 火車行，會使 MRT 行，會使 LRT 行，會使 bullet train 行，6種火車行一個 track。哇！搞嘅人，你啲一個 platform 等嗬，你愛 make sure 伊 platform 有成嘅嚇，你去掉車啊，你買票唔是，你愛看好好，你買票咪買錯，咪買掉是 MRT 嘅票。呢兩有阿摩字冇？勤考冇嘅啦。แล้วอันจ้าล่างก็สิโบทัดตึงลังจี用 apps 咯，用 apps。哦，先ว่าโบทัดตึงลังจี啦，慘咯，計哦，係啊，計。所以我去邊個開哪隻咯？我腦河滴滴，特之直車呢，就是開車，特之開車呢，因為真複雜啊，而家誒冇上加白你國家真 straightforward 嘅。Korea 是唔係是那簡單嘅。我係考日本，Japan 俾。半啊，我半，嗰啲政府半嘅，因為我係 IDX 係你俾下個 KDX 俾下 ，IDX 俾下是日本嘅複雜。可能呢，會唔掉會成機票嘅，有用係可能隔話俾啲嘅。依間啊 Tokyo Station 啊，一隻幾哪站咯，就係你有個有下面收機啦，下面。North Gate 啦，係咪 Gate 㗎？你有位嗰度？哎呀！啊，真真濟讚咧！日本大，大，伊個火車真正真啊，安怎講啊？發達一樣嘅火車真正發達了，你有影小白夠啊？安尼 complicated 嘅啊！所以你有影愛做 homework 去日本，小心真係火車嗬，你會做到你死氣嘅邊個？英國嚇？英國 underground 本身好嘅嘛？英國真係英嘅啦。但係英國 underground 本身要行其實佢真係簡單，然後買一個單你去到日本誒，買一刀呢。好用哦，好用啦，會使啦，特別有刀冷天時有人幫助啲那邊嘅，一零掉，抽住發險啊，或是係咪and then 啦，然後有刀真係冷嘅啦，你出來時。就特別去開車頭啊，唔知係咪數啊，無插有一頭出啊是落雨啊是係咪特別啊，我特別坐開車時
出來是有大風吹嘅，唔知係咪數，搭有大風吹嘅，真係冷嘅。vacuum，特別呢個 underground 咧，我唔是講緊啊 underground 嘅，我是講啲地面嘅火車本。但係擺冷嘅，但係 OK 啦，特別嘢睇下嘢多個就貴了啊。真係貴，我大位啊，去倫敦是差不多50里啊，這回家一刀啊，一出是25半了啊，30半本誒，如果那是 travel rush hour 嘅點先啊，30半40半啊，去倫敦。你常常用火車去倫敦？我根本駛車。較方便咯啊！是今日邊啲人咪是人哋款笑。就是啊，一冇可能冇可能方便啦。一般有時邊啲人會做教學人嘅，咪講白話咯。我覺得想人個住宿淡薄想學邊啲就好。邊啲啊，我在當今時坎坷啦，愛去大陸啊。他車路就 public holiday 呢，路 totally 未正當嘅，也貴。有。特別今年甲無安尼讀啦，甲少車了。今年較少。講了。我貴正啲邊個啊？今年，然後我使去邊個啊？拜字，30日會是拜個，我使去拜字。哎喲，呢個記錄嗰度雜了啊！哦，叫大日子 heritage 未驚，heritage 未驚。馬路車有幾多？你我要去 heritage 嘅，不止我去先就好啊。heritage 愛看點聲，大家地方人去都去到來講我嚟笑。坐 Grab 去啊？我 Grab 咪是特別有行路，冇 Grab 鋪了咩 ？Grab 咪是搭車咪是就搭。你那是 Jeep， 嚟車，阿 John， 你那是落坡了，你那是去個 Bruce 啊，你可以坐人車啦，較方便啦。人車危險啊！冇啦，你驚住嚟少年嘅，然後你包幾日咯。人車咧，你愛坐本會使，你保險愛買個坐淡薄。double claim，唔是我講嘅，真嘅啊！你淡仔聽到有人笑就是真嘅，嚇你要騎較坐去嘅，何況我是唔係坐啊？有危險嘅咯，雪格要等嘅，反正咯，無關你後尾嘅咯。你愛坐時會使坐，我朋友就是來去讓大橋來這邊佚佗嘛，我講你會使坐去日本，但你保險愛買較坐，因為人雪格要等嘅，了你學車害到就是安尼款了。冇卡。It consider public transportation 咯。冇咩？冇水哦，你冇水 public transportation 你 public 冇啊 ，public 就會是即係 try shop 冇水哦。誒特別 OK 啦，講我住宿講到電話啦，但係嗬，我到啲我隻舊時 ，OK 我舊時讀我咪厝人先，我知道讀學校人我冇，人哋話講我對是話只有你冇讀嗰類嘛啊？啊，知道冇我個頭兩禮拜我往讀學校。Because Bruce 個伊馬本來嘛，所以我人三人都在讀嘛。Then after 兩禮拜了，人就對啊。Then 我計讀一禮拜。好。So but 我讀學校嘅時候，我是看我學校要去到一個 area 時，我就讀到一個學校，所以我去選學校啦。所以我在教時，我馬樣下邊咪是讀 Bukit Jambu 咯 ，because Bukit Jambu 叫咩 ？Equatorial。你讀 Equatorial 嘅會。了兩節，等下邊我咪厝，呢個我背記掉咗，所以我到下邊就搬去坡地度。你住去大陸啲坡地？我到 E&O。哇，爽咯！係我唔係有幾個時講啊？嚇，然後你住 E&O 嘛，真係方便咯，你那是要坐人車。我下邊有坐人車。啊，真係坐人車。啊。
你講個嘢 boy 啲樓口邊，你講個 boy，你叫我一個人車，你就叫你啦。讀個你嘅姐姐伯伯冇去。啊，你一頭大，你一頭大 E&O 嚟講，你頭行路啦，好先嘛，行路啦，望坐人車啦，先嚟啦，John。行路咪先浪。冇啦，伊安全啊，冇啦，隔了人邊個人就知了，伊人無去無做事㗎，即個人車人嘅啦。人車人，伊嘅 union 真正用啊，我有一頭啊，我睇下時，我係嗲，伊車浪掉即個人車人啊，哎呦，梗係借數即個啊，伊人來人嘅厝啊。啊，你未使搞管計即人嘅啦。我借有可能 experience 應該係借啊。但係我被 get around here from 黑邊，我應該 Uber 真係應該 OK 啦。Uber A 啦呀，Uber A 啦。Uber A 啦呀。哦 ，Grab taxi 半 A 了咯。我咪借佢了啦。Then 特別你大啲嘢咯啊，真正應啊，你行路呢，行出。對啊，行路，冇你別去啲路，你若是別去2條路、3條路較遠淡薄啦。特別你若是別去 Penang Road 啊、Abu City Lane、Kampung Malaba，你行路去呢咯。特別我你嚟講大下邊E&O 行路去頭條路、2條路啦，哎呦，真正會，較會。未啦，我就按你款行了。哎呦，真正會咯。關事啊，大家誒。呢個。抓死啊！你流掛㗎，你係三個啊！你冇人叫你1點12點行嘛？你係行嘛就去行。你係未行，對唔對？特別你若是要食當對呢？你要食當對。我等下知啊。食當對你會食當對啊！講嘛叫朋友仔嘢，東幫仔嘢咯。叫面娃娃仔。叫微微爸爸，朋友係敦邦嘅嘛，朋友係敦邦嘅嘛。季節啊！我只朋友嘅貴別書都未驚，我朋友咪就阿 Grab。我知你朋友借啦，朋友是叫 Uber 加阿 Grab 咯。是咩？借 Grab 啦。是你朋友是 Grab 卡 taxi。對 ，Grab 卡嘅 taxi。三輪車你真係忙借，我借是我 Snapchat 啦，攏對我 Snapchat 可以。Snapchat 是超無嘢啊！特別我借咗鋪。Bruce 會曉食邊樣嘅食冇？伊會曉食咖喱、牛奶那款嘅物件。伊應該係。伊會打閒食熱嘅物件，伊會抹呢？伊會抹會打閒食熱嘅物件冇？伊抹會打閒，特別伊較夠食熱過伊抹。而家對我食嘅時候，伊食熱你知哦，伊無暑假，伊暑假物件ball 嘅，所以 flavor 真正 ball 嘅就伊較暑假食。人食成個往時咱食甜湯啊，清清嘅冬瓜湯啦，無咩味嘅。伊無係咪暑假食啊？較無味素。伊真正暑假食。另一隻米udang，嚇係咩嘅？米udang啊？米udang係咩？乜嘅米啊？係冇唔錯嘅米。米udang就是米udang。米udang係咩嚟？雲奶啊？雲奶米udang，伊講嘅是雲奶米udang是哦。煨米嘅淡煨米啦。特別伊隻米嘅，伊當然只小隻上面，伊當然是小，伊唔捌食過，特別看，我你看 video 就這呢，伊只是個只剁米，伊要食雲吞米。哦，一定就暑假誒。嚇！我看真正隻阿莫人啊，暑假食剁米誒，because 佢哋是打了個鹹鹹，伊人定就暑假食嘅啦。因為伊看，伊只比較白米，伊講特別伊看到伊米啊，個本咧，無事嘅，伊個是個只較較 Q，較 Q。你去你去Kampung Malaba 嘅角頭嘅 Penang Road，我唔知 Kampung Malaba 上到嚟。門要幫對邊。巴拉係咪嚟？你行 Penang Road 啦，你行 Penang Road， Penang Road， ที่你過 City Terrace。哦，喂，我知啦。你過 City Terrace，你行過 City Terrace แล้วก็一個正出邊嘅路，就是喺你角頭了啦，嗰邊有剁米嘛。
喂，意思我哋 audience 係邊啊？貴 audience。哦，係邊是叫金寶馬拉巴？你乜特料邊啊？哈，哈你攞是金寶馬拉巴咯。哦。巴拉巴拉，你家己所在都唔知啊？而家我啲未記，我頭一條我無換車，然後第二條我無換車，第三我無換車，唔是換車啦，就在路，你唔捌搭車去落坡。唔，喲我驚咯，喲我就哎呀，你半帶咁大頂面去啊，嘣！你半帶，我搭架車啲只是嘅。我未啊，我驚啊！哦，我不搭架車一到就是去迄個啊 ，heritage site 嘅時，我不睡架搭車啦。哦，好咧 OK 啦。我俾過去迄個聖誕橋嗰邊啊，驚死我嘅車！我聖誕橋啊，聖誕橋。我唔知啊，聖啊。聖誕橋是 Beach Street， 唔知係咩橋？伊頭前有一間暗嘅。聖誕橋啊，我應該是。聖誕橋。哦，橋，依橋唔是公司，依橋是Wellkey 咯。嚇！我搭曬搭條嘛有硬鋼橋嘅。啊，你係你成啊，你會成橋嚟咩？啷去嘅？橋啊？啷是朝橋，西朝橋呀？哦，冇，人氣是聖誕嘅。啊，人氣是聖誕嘅。冇白頭聖朝嘅本有物件食，真正正物件食。我要去咯，我要去入邊，我要坐喺人去。特別係你，我想要去坐 ferry 過去。啊，坐 ferry 真正爽，坐 ferry 對來較爽，因為你會看到伊個坡。啊，看到伊。啊，坐海看坡真正水。你要坐喺人去變人 hill 無？會。啊，伊個火車伊人去修理啊。啊，好啊未，但是佢做咗個。唔知。未好過，未好過。哎呦，死人貴，未好，人要做個偌久。喂，未好，I key 冇看到連。I key 嘅 website。我 key website。對面下節你成記山是應該是丁年12個月時朋友出來，帶朋友去行。แล้ว after 佢又去冚咧，唔帶肉菇，應該是愛幫你咁寫啩。我知是我去嘅是一冚啦。我應該是幫你咁寫咯。嗱，咪去係新年 dinosaur 有啲咩咯 ？dinosaur 係包啦。dinosaur 冇面架看。係咪 dinosaur？係你 3D 嘅咁大。哦，我冇去啊。曱甴5樓嘅嘛，伊當緊踢下去啊嘛，了攞個愛去甲50幾樓去60幾樓，伊有看到下啲 Rainbow 嘅嘛，會看到真正深，了看到檳榔嘅暗嘅 view 啊，看咯。哦。呢個 My God 嘅，依家 non Malaysian 嘅日本嘅。嚇有。when 你買單時，我會使去買互人我咧，袂使，伊人貴咧，看啲物件啊，你若是有買甲較便宜，互伊人呢是較貴啊，真正貴。對。上啊，8番啊，8番咧，你若講是有 IC 是唔知切幾啊69，然後呢，你若講是無買甲咧較貴。OK，so 嗱，我去買時，我就會，let's say 我一人去買單咧。我就俾佢講，冇你就愛嘅 IC，你若是買3條嘅單，伊人拖3條嘅 IC。哦 ，IC 對。阿 John 路過馬來西亞 IC 咩？阿 John 嘅朋友借冇驚，阿 John 嘅朋友借會使做。surrender 咩？啊？冇 surrender 個啊？冇 surrender，please 慢講。免 surrender 啦。阿 John 免 surrender。喂，我冇攞 renew 你係咪 surrender？我不記。阿 John 應該講這句。哈，叫。 Too much information。有啊 IC 啦，嚟啦，我跑到 IC 都 keep。我冇攞 renew 你，我 IC 個 valid 個，真正冇攞 renew 你。喂 IC 潮，我潮嘅咧，人講我去做，我知道對就我去玩啊嘛。誒，我朋友都好，我meet我朋友講，誒，我要去 pick up 我 IC，我講誒，坐我去，我要去 renew 我 IC，because 我 IC address 唔對嘛，唔對啊。所以我去換 IC 咯，真正影呢，我就去啦嗬，我潮啊。
I think 我是上一節是 get 嘅 next day 啊 ，no， Next day 我對佢上一節我對佢 pick up 了。哦 ，Apple 嘅嘢咧，Apple 嘅嘢咧。我早起做 Apple 就嘅了。所以我 before lunch 嘅時我去做，แล้ว我是笑，我 because 我隔日就我講埋講，誒 ，Sam glamour 啦，咁吧。一個好笑咋，你一個叫我笑，因為笑我成日放到泡湯嘅笑，我笑叫佢哋咯。你我去 pick up 咪定件事，佢人講，哇，你個 son you handsome 啊，佢講。對啊，你那時要做 passport 未使，你看咧，伊講伊叫你免笑嘅啊。哦，แล้ว你特別偷你嘅目鏡啊？我偷目鏡。哎呀，你 passport 你 camera 丟你邊整呢？堅堅嘅啊，你唔係話堅啊，你別使，你都別使笑，別使笑，好咧，好咧，快你去去。哦，安尼咧？冇啦，你推就俾冚啦，你推就俾冚，嚇，แล้ว你就俾偷你嘅目鏡。但我做800就已經喺外邊。嚇，就俾做成個柒安尼。我 passport 你俾我而家家己看本先。我俾我又唔係話你愛買看，愛買貴我免看啊，耍啦，安怎喜歡上你快看我免看 proceed。我不知那時我有機會對馬來西亞嘅時候拄到我嚇，我好多看我 IC 上，講搞梅我 IC。我對住是特別我都係睇 show 啊，都 Snapchat 啊。我 Snapchat 啊嘛，但係時我攞睇 IC 時咪是 Snapchat 咯。24 hour 呢我都冇看到。是咯，特別特別對。Wah, ini tataji, tatalang. Tiap-tiap hari pun ada perihal baru. Perihal baru. Okay, 電車講嘅係定義，可能。該負咯。阿 John，嚇？點整架機咧？我真係特別你咪是點整架機？ai個班咩 L 咧？我冇插啊，當機 internet 快啊，人Unify 啊，我冇插過50 megabyte 冇插啊。OK， 當機咩我被參大啊，所以這是咩 topic？ 講掛咗，咩 topic 仲未結啊？禮拜都真係少聽了，加工嚟啊，加工。Hello， 加工。讓一記條少聽禮拜跟幾禮拜特別giveaway 啊！我特別講人講，maybe 人冇咩人知過 about 伊個 show release 過，就是講邊咧學嘅你，不，即出戲叫做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in English， 或是邊咧學嘅就叫做海見線路啦嚇。海見線路是即個人叫海見線路是 actually 是 Victoria Street 啊，叫 Victoria Street 叫 Victoria Street 叫做海見線路。Then 這出戲呢是頭出 feature film 用邊啲學嘅講嘅佢出戲嘅了。然後人嘅阿龍妹參加伊個 involve 就係自會嘛阿龍。你成日講你 capacity 啊，嚟陪陪淡薄呢？你做我伊人裏邊講嘅話是啊係咯。嚇。了。特別唔是講了話寫啦，我甲導演白白想出來嘅。伊 script 是本身是阿毛嘅 ，script 是 English 嘅。哦，所以伊家己寫是寫 in English 了。伊幾篇 English 出來了，我幾本變做福建話語嘅。哦。係了，伊講蘇定本會來我係 show 啊，人變得福建，所以咱請蘇定興起來是咱使每一個嘅，希望樣來啦，當佢往啲安排掉。Then 如伊家己講福建話 OK 哦。住住。蘇定興咯。蘇定興伊是阿毛齊，所以伊講福建話就係阿毛字嘅。特別伊甲咱講話是像嘅，伊唔是阿毛使嚟，所以伊是本是邊兩個腔，甲咱講話像嘅。特別伊唔係定人字，伊有參加隻阿毛字咯，然後普通嘅邊兩個人啦。但係咱有人字，咱小未起，阿毛神咗講嘅啊。特別伊知嘅字就濟咯 ，actually。because 伊會寫較大淡薄嘛，所以伊會曉嘅物件比人濟咯。然後伊裏邊有一半嘅人唔是別人嘅人嚟，所以所以等於講樣嘅學嘅話是硬硬背出來嘅。教人出來啦，所以教出來。我講聽，所以我學有幾耐機會。頭一個機會咧，就是你彈下你 free 嘅啦，單嚇，你會使去看你 free 嘅戲，去看人KL 嗰邊嘅位。แล้ว
你嘅一個條件咧，就是你去看咧時，我是希望我係絕對嚟甲我講，你看咧係一禮拜啊，你 weekend 嘅時候，我哋慢慢對落一出事，是學人講 share 人嘅 experience，人看咧是會講一個事。所以人到時是個解決你，看到了，係咪嘅？係咪辦到落就咩？有看到了咯。沒有睇到落啦，佢大看啦，到落咪出過去。阿 John 啊，韓國啊，阿 John，我知，但係that means 冇通看咯。特別我看，特別希望伊把會 release 本啊 ，hopefully 佢 distribute 到嚟。哇！冇啲英國啦，我知啦。誒未講咧，我because ยัง try to。I think young try to because 伊個戲啊，伊個 subject 真係 it's quite deep 噶 mature subject 啊，伊唔是成講小小嘅很有講啊耍嘅很做小嘅很啊，所以伊個 story 啦，伊個故事咧是冇插入後聽學緊話表聽學緊，冇你會 follow 嘅 story，and then 佢就 beautifully shot 咧，所以有可能未 hopefully distribute 期間會咯。Then 我每看攞 iTunes 就 distribute 不是一直要等看。我特別我看啦，因為我冇看，我們咧講到 Netflix 嚇 Netflix 我每看被 distribute 到 Netflix 唔知個啦，到時間看咯。當今年成講期待，成咧期待要出是5月4號出咯。So before 5月4號時，有 special screening 嘅時咧，咱有10條段10條啦，檳城10條，新加坡、吉隆坡10條，了我考試個結果禮拜所以講清楚，可能聽安怎會可能去看到這戲。咩？下手快咧，就下手成體彈下啲大 ，OK？ 到咱就俾細聽，單調。我希望咱大吉隆坡人啊，成日咧老椒豆嘅啊，看啲薄掉等就出來是看咩去嘅，就彈呢。我拿單調，我拿單調話咯，我 aim 調話咯，係。But not sure if you can hear me。哎 ，on 呢咯，只 can 個只 can。on 了。你是裝？聽到啊，幾毛錢？幾毛錢？你到啦喂？哦，你到底？喂，我冇看到你誒，你到底 Skype 會啊？Skype。Oh, I thought Skype 冇看到入頭，你冇看到你誒？咩？奇怪。是我瞄掉到入頭去啦，到好低到入頭，到入頭嗰個掉到入頭。喂，你冇看到瞄掉啊？有啲。要點啊？做乜冇看到內人嘅？你 check 嚟。但係你可以幾毛錢還你。แล้ว所以我聽到看到伊個 trailer movie trailer 吧，你邊樣嘅 ？You mean the world？ 特別會 check 啊，OK， 你對了，邊樣學見你哋在啲 ，because 我有隻 special 嘅 giveaway on 邊樣學見 for 這個 movie 嘅。當然一記聽，當我看這 Bukit Bendera 嘅Pulau Pinang 嘅 online 段 ，My God， 你是做這類。應該係幾好吧？人哋你講伊砍特別伊嘅 online ticket 個有誒。My God speak。乜嘢？哦 ，My God 10塊 ，Senior Citizen 5塊，แล้ว Student 15塊，冇5塊 ，Student 5塊。Fast lane 15塊。What is fast lane？ fast lane 係咩 ？fast lane 咧，fast lane 咧係講路面嘅人排隊，路面咧路是邊啊？冇人靠住，所以路單下來咧，本時是普通嘅，路咧普通嘅好啦。哎呦，你看你聲真係歹聽咯。係啦。有嘢麥佢只講話，冇伊怪味酸嘅數，伊30塊咯。哦，那是講你買 fast lane 你是60塊。My card 30塊。OK， 我 send 就冇話 my card。OK，then 特別正個冇寫講伊 train closing，那邊是開到對一下。我去伊 Bukit Bendera 嘅 ticket 嘅 site，伊都冇講伊冚。
我都邊咧，所以冇話冇講琴喎。Ticket and train，一辦呀，我哋間 server 到啲 Malaysia 嘅時候 ，promotion 3塊呢喎，係你3塊是阿咩啫？貴嘅嚇，尋貴嘅。你阿咩啫？阿咩貴啊？7點都借3塊。哦。OK， 冚大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我特別嘅邊呢，就是查甫哦，嗰邊無呀玲啊，你冇講到新加坡嘅。哦，新加坡啊。新加坡嘅 transportation，public transportation，你有坐哦？我就係咁坐啊，新加坡嘅 MRT 啊。OK 啦，你話實關事啊啦。關事啊。你咁樣花車是坐電車？坐電車較方便嘅。嗰邊白車嗬？免白車，免。你行咯，嗰邊會啊。哇！我講啊，較會變山去，變小卡去。小卡，你變小卡去，是咩？古早因為到 KL 為做工，我大家愛買車嘅啫喲。冇法。冇方便啊。最近呢，有時我到 KL 我厝我公司入邊啊，敢若15分鐘就到啊，就有陣時啊，你過咗8點啊，搭車搭到1點鐘嘅就有。喲，得見你，一看就八個9。normal 啦 ，KL 嘅 area、BJ area 都係after 5咧，就是搭車咯，搭到8點剛剛轉到厝嘅。你講話咧 ，BJ area 同 KL area。我冇驚搭車，我只係驚是冇北京啊！我本 agree， 我本是 agree， 冇北京本身。我冇驚搭車 ，OK， 較早出門了嘛。你較早出門了，你經佢哋時間大名，我第驚是去街邊較冇北京喎。冇北京冇法咧哦，還是你唔贊得做啊？你唔贊得做啊？你啲車裏邊成日係烤出來哦，就節少少。等。該邊先講？邊樣嘢意思佢都對啊？佢就對啊。意思1月9號冚家1月19號就佢啊。OK，所以佢就對啊 ，OK 冇問題啊。意思係你是 news 看到啦。係咪斷掉？斷你報咗新聞看到。OK， 感謝。OK。感謝。Then hopefully 我當然是冇冚啦。Then 應該是有咯，嗰隻啊。係咪真係要冚啊？誰有路？嗰隻是有啦，你去看應該是啦。好。我哋特別嘅邊呢就是Boya Ling 阿涵。到 MRT 那邊有看到奇怪嘅人哦。有。這邊就濟哦，這邊我 cosplay 就濟哦。安怎奇怪先 ？cosplay 啊，有咯，你穿鬼數 Mario 嘅啊。尤其是 Disney 啊，樣嘅 Disneyland 哦，樣 Disney 邊教哦，馬家查某囝穿 cosplay 嘅咯。本有哦，馬家查某囝哦穿 cosplay。你Boya Ling 快啲。我早時我早起，因為我坐 MRT 過去公司嘛，6點安尼肯就開了誒。然後我看到一條番仔，伊到那邊換褲仔哦。頭一褲我看到短褲咯，我唔知點做。頭褲咧換嘅褲，我就講緊啦，就走啊。伊唔是成講 homeless 係什麼意思？就一啲有人即係講換衫可能。現在都換衫。你穿短褲嘛，不要緊嘛。短褲唔成。你無跳 pole dance 咪會曉啦。無跳 pole dance。那有人啲裏邊自跳 pole dance 嘛？有人哦，翕到一條囡仔，唔知讀細學呢，到那邊 MRT 啊，也handphone 看 porn movie 就係哦。哇咯。connection 咯。所謂你subway 咧是賣物件嘅。哦。有人賣物件，有 uncle auntie 啊。我看過。一拖得幾 bag 嘅物件，像一個垃圾拖起來了。一件點先咧，伊就成個路得個包先，
但係我是下面所在嚟嘅，我當佢出嚟係下面物件，係啦，即係你外交幣咧是3000塊，我哋咪7000塊呢。嗱，希望大家白支較濟支持我隻係啦，打下手隻係咁事啊，係啦，呢度嘅 sample，特別咧借條嘅 passenger 咧，呢度嘅 sample 係啲路嘅巴下位，呢度啲行咯。你講玫瑰路嘛，攞玫瑰路嘛，是唔是？我講即係嗱，你買咩話咧？嗬，你就買叮當咯，你買叮當咯，一行就做了嗬。一上啲 coach 嘛，一行一嚟繞嘛，到對於你冇叮當嘅話咧，你就少到對咯。哦，你就少到叮當掉咧？你冇，我意思是講，你冇愛買嘅話，你嘛變做掛行咯。你愛買嘅話，你又累出嚟咯。哦，I see。所以本是上愛只上線浪，冇啦，實講就係啲買博嘅。係啦，我講所有就係講數講本嚟，因啊嗬，係啦，個有人拍廣告嘅啫，因拍廣告時因自己 print 自己 poster， 細點樣啦，點樣嚟 leaflet 啦，係啦，一 print 咧嗬，係啦，一隻 zip train 咯，打你唔會打啲啲驚，打啲啲咯，係啦，幾無辜咧嗬，係你 contact 燒掉係你 information 咧，講話有人去打面嘅咯，係啦，你 contact 就係做隻 DL 咯，車令嘅規則咪咁樣，嘅路落嘅站係啦，有做 conductor 唔係 conductor 啦，做工嘅人啦，喺你 station 做工啦，就叫啲佢嚟俾，佢哋啲每面一張嘅貼落去咯。我哋咪見，你看住人打，我嘅冇一end，佢做一個穿到 uniform 就嚟，一張貼嘅啦，係咯，個有咧是，特別咧嗬。廣告樣，你可能就樣真奇怪嘅廣告時可能佢就係講樣當佢嘅 president 樣 impeachment 嘛，就唔叫記者嘛，所以樣打 poster 講 president 物件，所以冇人記喺度，冇貼喺度。I think 樣不是，I mean 嚇，就是講有特部靠接嚟嘅物照啊，都有啲物件是樣冇做幫嘅。然後個有一個物件就是樣，我頭先咪講嘅物件咧，打下你廣告了。個有一個賣物件嘅打廣告，係了個有就是我整兩個禮拜整拜四暗暝，有一個人喺 train 裏邊拗，你抄邊嘅咯？伊拗，你未走嘅意思，你未走嘅就，但係是看到伊拗嘅咯。冇撞到人啊！伊冇撞到人，伊個一人，個一人拗。拗佢入邊 back 啊，拗啲頭殼，拗啲頭殼，就是戒粒，都被走啦，你未走咧？係咯，我講真濟人是特別是拜四暗暝咧，啉酒住咗，應該拜個是Thank God it's Friday 嘛，所以搞到放工了。去佚佗嘅，特別拜四暗暝咧是第 stress 嘅日子嚟，拜四第一，都拜四暗暝有真係人去啉酒嘅就，所以上次人去啉咧啊，特別是拜四暗暝啦，平常時冇會，拜四暗暝較濟，因為啉酒住咧，坐啲 train 頭卡位啊，然後因為 train 是去到下半暝1點嘛，你話12點49分，啲 train 啲行條是裏邊真少人咧，12點49分嗰時咧，一隻停 station 咧，看到有人困啲多頂，困啲舊衣位啊，跟住困啲大家啊，一啲自己 train 裏面去拖出來咯。而且就係講，我是講冇拖咗出來嘅話咧，到1點我 come station 咧，就路掉喺裏邊嘅。而且路伊未請咧嘛，一直拖住住咯，係咯，馬打到住嚟咁樣走咯。關事啊，就大禮拜乜咧嚇？大禮拜冇事嚇呢，關事嘅。好啦，好，小蛋咧，當今差唔多點正過10分鐘啊。嗱，小蛋未可能我另外一個話題個，我未記你話題係咩啊？我咪差唔多咯。別使，咁咧就差唔多時啦，夠哦。臭波，即係你冷河冷嘅硬冷嘅波嚟講。係咪我係聽你嘅歌數？今次我係聽唱笑聽，禮拜再嘅，即係禮拜我係特別嘅，邊度是黃日玲啦、阿涵啦、個後丁啊、阿龍啦、個豆嘅啦、個南西啊、個英國丁啊、個布基羅官。拜拜。個貴別水，然後個有蘑菇咁樣兜起來然後個有大粒頭咯，個有芥末聽。拜拜。OK， 拜拜。Skype 啦。拜拜。你人裝下。OK， 唔要緊。等陣。頂住禮拜要看 episode 啦，時你 miss 頂住禮拜 episode 就頂住咧 subscribe 就是我做很長時間睇嚟聽啦，即係一啲人未啲先識到。拜。拜。
阿 John。